陪你讀神2月15日，陪你讀新約。馬太福音27章1至23節。到了早晨，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，就把他捆綁解去，交給巡撫比拉多。這時候，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，就後悔，把那30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，說：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們說：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？你自己承當吧。猶大就把那銀錢掉在殿裏，出去吊死了。祭司長拾起銀錢來說：這是血價，不可放在庫裏。他們商議，就用那銀錢買了窯戶的一塊田，為要埋葬外鄉人，所以那塊田直到今日還叫做血田。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，說：他們用那30塊錢，就是被估定之人的價錢，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，買了窯戶的一塊田。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穌站在巡撫面前，巡撫問他說：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耶穌說：你說的是。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，什麼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對他說：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，你沒有聽見嗎？耶穌仍不回答，連一句也不說，以致巡撫甚覺稀奇。巡撫有一個常例，每逢這節期，隨眾人所要的，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。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。眾人聚集的時候，比拉多就對他們說：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？是巴拉巴呢？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？巡撫原知道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。正坐堂的時候，他的夫人打發人來說：這二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，因為我今天在夢中為他受了許多的苦。眾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，求釋放巴拉巴，除滅耶穌。巡撫對眾人說：這兩個人，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？他們說：巴拉巴。比拉多說：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，我要怎麼辦他呢？他們都說：把他釘十字架。巡撫說：為什麼呢？他做了什麼惡事呢？他們便極力地喊着說：把他釘十字架。